香港正面對人口老齡化嘅問題，唔少嘅長者因為不同原因需要入住安老院舍，當中有部分長者就難以適應院舍嘅集體生活。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安老外展專業服務隊通過復康訓練同社交聯繫活動嘅介入，可以發掘同提升長者嘅剩餘能力，幫助佢哋喺有限制嘅院舍生活中得到意義。為咗實現呢個目標，我哋喺屯門同元朗區嘅私營安老院舍服務中加入人本自立嘅照顧策略，透過以人為本嘅照顧理念，輔以自立支援照顧模式，運用多元化嘅訓練同應用樂齡科技。我哋嘅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同社工會直接外展到院舍中提供服務，鼓勵院舍嘅長者積極參加復康訓練，繼續發揮佢哋剩餘嘅能力，重拾生活嘅動機。職業治療師係生活治療師，我哋好睇重人喺生活上面嘅需要，希望能夠幫助長者喺日常生活上面過得更加獨立、更有意義。而呢方面同人本自立嘅理念係一致嘅。我哋會透過專業嘅評估、多元化嘅訓練、提供輔助工具同埋環境改善等，令長者嘅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改善。我哋有唔同嘅服務對象，例如患有認知障礙症、中風問題等等嘅長者，所以會運用多元化嘅樂齡科技去回應返唔同嘅服務需要。職業治療師咧會使用有趣味嘅互動遊戲作為認知訓練，鼓勵長者多啲參與嘅。我哋都會使用嶄新嘅 VR 訓練系統，例如長者喺模擬環境之下去做一啲手部功能訓練，增加返治療效果嘅。身體力行咧係我哋自行研發嘅 VR 訓練系統，令到長者好似親身去咗唔同嘅地方，增加幸福感。除咗樂齡科技咧，我哋都會透過環境改善建議、職員教育等等，積極喺院舍推動認知友善環境。職業治療師會運用創意，使用嶄新嘅 3D 打印技術，為長者設計個人化嘅輔助工具。長期臥床或者坐喺凳度咧，係好容易形成壓瘡嘅。職業治療師會透過專業嘅壓力測試評估，去制定預防形成壓瘡嘅建議。面對院舍長者嘅健康複雜及多樣性，我哋善用樂齡科技為長者提供全方位嘅專業服務。首先，透過以人為本嘅專業評估，除咗傳統嘅評估項目，我哋應用測量系統評估肌肉力量，智能防跌系統評估肉眼察覺唔到嘅跌倒風險，身體組成分析儀評估肌肉量，從而更準確同埋客觀掌握長者嘅問題。喺制定復康計劃時，我哋亦都會考慮到長者喺人本自立照顧模式方面嘅需要，透過唔同嘅服務模式，例如運動室訓練會用到唔同器材改善長者嘅身體機能，橡筋帶運動小組透過互動氣氛增加長者嘅動機，從而建立勤運動嘅習慣。我哋突破外展服務嘅限制，應用創新醫療器材，以配合長者嘅治療需要。互動訓練系統可以改善長者身體重心問題，虛擬實境運動系統令到傳統嘅訓練遊戲化，提升治療成效同埋趣味性。我哋亦會向院舍職員同埋照顧者提供培訓，包括扶抱技巧、復康運動等。總括嚟講，物理治療團隊喺維持長者嘅身體機能、促進自主生活能力以及優化照顧文化等各方面都擔當重要嘅角色，令到長者有更好嘅晚年生活質素。言語治療師除咗關注院友身心靈健康之外，同時我哋亦都專注提升院友嘅進食安全、吞嚥能力同埋溝通嘅能力。我哋會為院友提供吞嚥能力評估，當中會使用到包括各種結凍嘅飲品、唔同質地嘅食物，仲有會使用到聽診器同埋超聲波儀器等等。我哋都期望可以為院友提供最準確同埋最客觀嘅評估。有吞嚥困難嘅長者，我哋會為佢哋提供個別訓練，包括較傳統嘅訓練，例如舌頭伸展運動、深層咽喉肌肉刺激等等。我哋亦都會用到樂齡科技嘅訓練儀器，提升院友訓練時候嘅效率同埋樂趣，包括視覺回饋吞嚥肌力訓練同埋舌頭力量訓練等等。我哋亦都好希望可以讓到院友更加清晰知道自己嘅能力同埋進步。除咗個別訓練之外，我哋亦都會透過小組訓練，同時加強院友之間嘅社交互動，包括呼氣肌肉力量訓練小組、
同埋語言訓練大富翁小組等等。當然，我哋嘅服務亦都唔少得家屬同埋職員嘅訓練，包括教授佢哋使用凝固粉、講解餐膳嘅分類，同埋講解軟餐製作等等嘅技巧。面對住長者喺院舍裏面孤單嘅生活，社工扮演着關鍵嘅角色。我哋以人本自立為服務理念，幫助院舍長者建立健康嘅社交網絡，過有尊嚴、多笑容嘅生活。社工重視院舍長者嘅自主性，會為佢哋嘅意願進行評估，會設計多元化嘅活動選擇，增強佢哋自決能力，達到自立自主、笑容有價呢個目標。人本自立嘅照顧策略以健康生活從基本開始，我哋設計4要元素活動，包括常飲水、勤運動、行飲食、能排便，幫助長者建立健康嘅生活習慣。社工團隊亦都會通過多元化作為加油方向，包括康樂活動、奇樂大使、心連心加油站同埋社區結連，秉持住玩轉期照顧嘅理念，讓院舍長者可以過多姿多彩嘅生活。我哋亦都會發掘每位院舍長者嘅潛能，讓佢哋成為奇樂大使，擔任院舍義工，發揮所長，實踐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嘅精神。同時間我哋都會積極連結社區義工，讓院舍長者成為社區裏面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為咗打破距離障礙，我哋亦都推出咗奇樂電台，利用咗網絡平台連結咗多間嘅私營院舍，讓長者可以跨院舍與外界長者保持聯繫。同時間，我哋都重視咗長者身心靈嘅需要，我哋引入咗唔同教會團體定期探訪，開設咗奇樂學院嘅福音課程，幫助佢哋感受生命嘅意義同埋力量，達到全人關顧。我哋隊伍聯同院舍員工、長者同埋長者家屬，攜手合作，共同創造生活嘅力量，營造改變，繼續前行。